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Alex 歐陽山啊。咁我今日想介紹一個6年樓嘅屋苑雲碧。咁今日嘅單位咧好特別嘅，4房雙套巨廳。咁呢個單位咧實用1490尺，咁業主咧用咗過百萬豪裝呢個單位嘅。咁我哋即刻睇下嗰啲裝修先。好多女士都會中意嘅，咁我哋睇下，哇！啲櫃多到擺好多嘢，又有梳妝台啊呢邊，跟住咧仲可以燙嘅，係啊。咁我今日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都想嚟睇呢個單位嘅咧，就記得 call 我啦，歐陽生啊，講多次，我電話係68896885，拜拜。買樓怕中火，揾奇豐至輕鬆。奇豐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，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。4重空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。100萬房價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佳奇豐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